講起溫西，大家都會聯想起獨立屋，但係價格相對比較昂貴。而 condos 或者 townhouse 喺溫西大部分地區供應量都相對較低。不過 Maple 區嘅供應量相對較多，所以成為咗好多人進入溫西嘅首選。首先睇下最新 Condos Benchmark Price，Maple 區係比起整個溫西足足平咗1成。呢個數據清晰咁話俾我哋知 ，Maple 區喺 Condo 市場上的確扮演住一個入門價角色。而獨立屋嘅 Benchmark Price 亦都比起成個溫西平一截。但係當我哋將目光轉向 Townhouse， 情況就出現咗一個180度嘅轉變。Maple 區嘅 Townhouse Benchmark Price 係遠遠高過整個溫西。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呢？答案就喺供應結構同樓齡上面。市政府早年為咗增加房屋供應，將 Maple 區內3條主要幹道嘅沿線土地重新規劃改變用途，准許發展商興建 Townhouse 同中低層住宅。呢個決定直接產生咗大量全新高質素嘅 Townhouse 項目。呢啲新樓盤無論喺設計、用料定係配套設施上，都代表住市場上嘅頂級水平，自然價格不菲。至於 Condo 市場情況就截然不同，同樣嘅規劃政策帶嚟嘅係 Condos 供應量多，定價必然會更親民。但係主要幹道嘅 Townhouse 亦都買少見少，取而代之嘅係開始係屋街同 Cambie 街之間嘅橫街有新嘅 Townhouse 落成。相反，位於主要幹道沿線嘅 Condo 就供應量充足。至於獨立屋方面啦，因為越嚟越多獨立屋被發展商收購並改建，所以係 Maple 區嘅獨立屋越嚟越少啦。總括而言，喺政府前瞻性嘅規劃、日益完善嘅社區配套以及優質教育資源嘅3重推動下， Maple 區已經蛻變為溫西一個獨一無二嘅潛力股。無論你係首次置業、換樓升級定係長線投資， Maple 都絕對係一個值得你重點關注嘅黃金地區。一連4集嘅 Maple 篇就告一段落。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有關 Maple 區嘅發展，就聯絡我哋啦。